好食的料理，食了让人有幸福的滋味。不过，这款滋味却去互歹心、恶毒度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暗公交校长知影了后，就成立一支料理救援队，队员有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。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。白龙船家长喽！嘿咻，嘿咻！哎呦，练白龙船练甲大长过小长啊！安尼，咱先休困者，来食早。阿公阿嬷摆的肉粽实在足好食，大工都会当食遮好食的料理，互人足新鲜呢。阿嬷摆的肉粽有包大蕊香菇甲咸卵仁，是真材实料。我这菜粽嘛真好食，内底有足侪土豆。淋顶三瓜土豆粉，搁混豆油膏，我上喜意这种甜甜的口味啊。不过爱注意，粽若食伤济会消化不良，爱会记得加寡菜色甲果子啊。好啦，草我知啊。我无介意食青菜啦。食饱就有体力，好通来练白龙船啊！今年5月节比赛，咱一定爱摕到冠军！好！救人啊！救人啊！系啊，迄只龙船要沉落去啊！来，进去斗相共。遮个人的身躯变甲重坏坏，搁硬扁扁。阮拄则将一个阿姐摕来的粽。身躯就开始过油过油。遮个粽嘛变甲像空骨里同款，甜酷酷。是啥？咪伫遐偷听？互脏掉啊！鸟车头家又搁出事！我要用食面来控制人，互因拢听我的。利用料理来控制人，实在是足卑鄙的代志。走啦！好食的料理有香目的色气，好闻的香气，爽脆的滋味。上介重要的是诚意食水甜。好这食面，就是爱受处罚。放下去，互你试看变做粽的感觉。我后摆袂阁失败啊！鸟车头家的能力无去啊！阿公甲阿嬷白的粽送互受害的人食，大家阁恢复元气啊！好食的料理是会当互人有幸福的滋味哦。这摆料理救援队成功保护在地料理，行，做伙刷拖食好料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狗仔阿光。伫料理救援队的第6集有小介绍肉粽，这粒就是阿光上爱食的肉粽。足香的吼！等一下才食，咱先来讲寡相关的语词。提醒大家，下面的内容拢是甲放假有关系，建议大家爱先去看放假哦。5日节。5月节，这摆放假的主题是和5日节有关系。嘛有人讲是5月节，5日节是台湾的一个节日啊，一天拢会白龙船甲白粽。白龙船，白龙船，白龙船的白是过船的动作，白粽。粽下，北部粽是彩色，
包好才落去吹。咱部长是用青米包好才落去杀。大肠过小肠，大肠过小肠，就是巴肚照枵的意思啦。重坏坏，硬扁扁，定哭哭。哦，这实在是重坏坏啊！手拢硬扁扁啊！哎呦，这个定哭哭哦！各样各样，各样各样。肉粽是糯米包的，唔通食伤济，无腹肚会各样各样，破风无爽快哦。这边派心学乐道的鸟鼠仔头家，伫肉粽的鸭变骹手，用食米来控制人的卑鄙手段，害人食了身体各样，无法度控制。拄好互料理救援队掌着，佮用神奇食谱解救所有的人。好佳在有阿公领料理救援队来阻挡歹人，要无好食的肉粽就去了了啊！各位观众，今仔日讲的敢拢会晓啊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。料理救援队后摆会阁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看落去，再会。